好，到21年嘅第43條，咁咧佢只生產玩具同埋電腦呢兩個加，咁下表顯示咗咧要投入嘅數量啊，咁所以咧計嘅時候就要小心啦。甲角應該係1T 等於0.4 C， 乙角就1T 等於1 C， 呢個就好易計啦。咁咧知道呢個就得㗎啦，因為其實我哋睇翻條題目咧，佢其實假設邊個交易玩具咧，所謂邊個出口玩具咧，其實都已經做到下邊嗰啲選項。咁A 首先睇一睇啦，佢話甲角有生產電腦嘅絕對優勢喎。咁生產電腦咧，甲角需要更多投入嘅，佢要5個投入數量咧，先可以生產到一件單位嘅電腦，所以唔啱嘅，佢冇絕對優勢。咁咧乙角佢話咧均沒有比較優勢啊，因為佢哋機會成本咧相等，咁唔啱嘅，因為其實我哋係要對比翻隔離國家，咁呢啲咩均沒有比較優勢咧就一定係錯㗎啦，OK？ 因為只需要對比機會成本比第二個國家低咧，都係可以進行交易嘅機會嘅。跟住 C 咧佢就話咧交易一單位嘅玩具需要一單位嘅電腦作為運輸成本。咁互惠互利咧就冇機會出現啦。咁其實真係講咩咧？其實真係要大家咧假設咗一個情況先。例如交易玩具先啦，交易玩具嘅話咧，潛在兩個國家嘅潛在得益咧，其實就係兩個嘅機會成本，即係互減啦。咁當然係大減細啦。大減細，你會發現咧，其實佢哋嘅可以賺到嘅得益得0.6個 C 嘅啫。而呢個時候你要一個單位嘅 C 換一個單位嘅玩具做一個運輸成本，咁即係代表成個運輸費已經超過咗你嘅潛在得益。我哋嘅貿易總得益係負數嚟㗎，咁所以係冇辦法進行交易嘅，所以 C 係啱嘅。咁 D 咧其實咧都係唔揀得啦，因為佢話咩生產力相等啊，生產玩具，所以冇互惠互利。咁其實咧我哋同 B 嗰個相似嘅，只要揾到機會成本較低嘅一個國家咧，並且佢哋之間嘅貿易得益係有正數咧，其實佢哋都可以進行一個交易嘅。